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真假假之间节目，我是碧纯，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您知道什么是内容农场吗？内容农场对我们的新闻媒体及民众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要跟你好好来谈一谈。节目一开始一样来介绍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中国时报我们的社会地方中心云嘉南特派员袁廷尧特派，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欢迎。那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张英韶。欢迎老师和我们的特派哦。好，那我们一开始就要让大家来知道什么是内容农场。老师，到底什么是内容农场？其实这个内容农场存在很久了，但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于内容农场还会有一些陌生，有些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以为说，到底是什么农场在卖什么的吗？好，那我们就请老师来讲一下内容农场。对，内容农场在卖什么？就是卖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它并不是像我们的新闻或者是电视一些节目它是透过非正式的、非被认可的组织，甚至于它可能就是一人单位，那它就是在网络上进行转载各式各样的讯息，当然它会用中文的方式呈现那特别是标题会进行所谓的耸动在编，所以可能我们在 LINE 上面，我们时时收到的非常多的，我们以为是健康的，我们以为是重要的，或者我们以为是很特别的这一些讯息都是内容农场转发出来的。那因为它很吸睛，它很惊悚，它很耸动，于是我们就点下去看了，甚至于觉得哇太不可思议，或者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我们又转传了。通常这类型的东西，各位就要注意了，它可能就是内容农场产生出来的未经检验、没有合格标章的讯息内容。这是内容农场在做的事。哇，所以内容农场它的东西其实就是没品质不检，没有保证的嘛，对不对？它可能很多它的作者都是匿名，五花八门，甚至没有作者。来到现代的话就更容易了，生成即可。对呀，把关键字丢给 GPT 或者丢给一些 AI， 它就可以生成了。那透过所谓的这个内容农场他们的耸动的编辑公式，就可以产生了。所以乐听人在抗拒内容农场的同时，要更聪明了。对，所以其实从以前这个内容农场它可能会请一些就是没有专业知识，但是它会拼拼凑凑然后找一些吸睛大家喜欢看的东西，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做成文章，然后发布的。那现在可能还可以透过我们的 AI 的技术，哇，这个更恐怖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教特派了那我们知道说内容农场存在很久，但是演变到现在，它当然也会随着时代改变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请你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个分享？就是早期呢，大概多年前，大家就会以内容农场这种形式流传出不少假讯息啊。对。那随着时代演进啊，现在大家也可以发现，生活上到处已经充满了内容农场的所谓的变形。比如说，大家手机 LINE 群组、各种长辈群组、不同的群组中，都会收到图卡、影片，对，包含一些文字的一些讯息。那这些都是我认为是内容农场变形，就是在适应现在这个大家的阅听习惯的一种改变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更小心。其实内容农场已经用很多的形式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难的去查证，但是也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避免。对，真的呢，就是说，其实就跟诈骗集团一样，它就是会随着时代去演变，然后让你无所不尽其极的，让你可以去看到它的文章，看到它的内容，要传给你的东西，对不对，老师？没错，其实刚刚特派讲到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过去的内容农场呢比较多就是文字、纯文字，但是来到现代，因为影音太方便了，再加上我们的乐听人也很习惯这种所谓的短影音式的平台喂养，所以现在内容农场它也转型在所谓的图片、
图卡式或者是短影音，它会让你甚至以为这真的是一个人或真的发生了这些事，但是其实这些内容即便是影像哦，也是剪剪贴贴拼拼凑凑，那让你以为是真的。来到现在更可怕的是，因为有 AI 的智能生成，连上面在跟你讲话的那一个人可能也是假人啊，那所以这个变成我们要特别更注意了。对，没错。那像特派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怎么很耸动哦？然后结果呢，发现说根本不是真的。早期大概几年前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那个网络上就莫名其妙有讯息流出，说中国大使馆在那个日本关西机场大量撤侨。只救中国人这个讯息，这个大家都很明白。后来就造成了我们的那个外使，他后来就因为受不了这个压力而轻生，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对，那到最近，那监察院长陈菊也被人家外传说陈菊走了，这样的讯息在网络上流传。那当事人后来确实被警方用社会法送办，但是因为他用了一个所谓的陈菊走了尾巴加了一个问号，所以法官认为说他只是提醒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出一个质疑，他并没有恶意，所以最后是裁定不罚。但是相对的，这个已经在我们新闻媒体工作圈已经私底下已经掀起一波很大的那个一个浪潮，也不是浪潮，就是说掀起一个风波，就我们会拼命去查证到底这个是事实还是谣言，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很多的管道去问。对啊，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受害者，对啊，都很担心这个陈菊他的就是目前对，然后一听到有人敢发这样子的讯息出来，因为现在其实 IP 都追得到是谁发的，他敢发这样，但是后来他在后面打一个问号，对啊，一个问号这样子就被判没罪。但是忙死媒体了啦，真的，大家都说，到底是怎样哦？那媒体第一时间一定要去追嘛，对啊，所以讲到这一点啊，就是说很多内容农场的内容，那其实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新闻媒体对不对？因为就是说，内容农场的很吸睛啊，然后大家想看啊，那当然我们当媒体的，就是说，老板可能会给我们压力，人家喜欢看什么，你就要去追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会有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实务上一定会让我们的工作的负担变得更大。那但是业界都会有业界的所谓的专业啦，我们就必须去多方去查证，去找这个讯息的来源，我们就必须替民众做第一层的把关。对，那所以在查证的过程中，确实对我们的工作的成本来说，确实是增加蛮多的。对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专业的媒体就是这样，不是说听到人家传什么，你就是这样子乱贴然后贴只是为了流量为了他的这个点阅率。我们一定要去经过正确的查证，然后可能还会多方询问，做最公平平衡的报道嘛。好，那老师，那内容农场它其实发出来的文章，跟我们专业的媒体工作人新闻记者做出来的文章，到底它的差异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求真、求证这两件事情，内容农场它根本没有打算要这么做。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太多的问号的标题，你其实可以直接放弃，因为真实的媒体、正确的媒体，按理说它不该一直在引用问号，原因是因为真实的媒体讯息，它就是要解答民众对事情的疑惑，这个是我们对媒体最基本的标准要求，叫做协助我们民众守望看顾这个社会。那如果连媒体都不断的给你问号、问号、问号，那叫你自己去找答案，或叫你自己去求证，或者叫你自己去比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媒体工作或者一个媒体组织它应有的基本价值。但是我最怕的是最近因为新闻媒体被这个点阅跟流量逼到很惨烈啊，所以常常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正牌的媒体的网络新闻上面也出现了一卡式的这个几个诉求简单的事情变这样了，那到底我们该如何是好呢？然后下面才附上它正式的连结。对，可是过去的媒体他会把事情就是5WEH 先表述清楚，对。可是现在呢，在那个一卡式的文字里头，你找不到了，那变成我还要再重新往下再去点阅。
那我现在慢慢也发现了，因为我们都会做这个回应内容的研究哦，所以我就慢慢的发现，乐听人也开始聪明咯，也开始有反弹的声音出现了。上面就说这么大的媒体也搞这套。哦，那下面这种回应就慢慢的多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比较热情的乐听人又会在下面就写说不用点阅了，我看完了，其实就是怎样，在下面又帮你留言了。那于是也导致那个点阅可能就被弃点了。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在这里也要为正视我们这些有牌的媒体啦哈，这个也要鼓励一下。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自己，因为乐听人也会慢慢的变聪明。那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心跟本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被乐听人弃养哦，这样子就失去了我们的专业存在价值，也是社会很大的伤害。对，没错。好，那这样当然要来请教特派了哈，那就是可能内容农场它那些文章，这么多人喜欢去点阅，然后可是他用一些奥播啦哈，这样子问题是说，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压力？就是说可能要点阅率的压力呀，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金钱方面的，当然媒体要生存嘛，盈利方面的压力，你们公司中国时报这边会有这个部分的压力吗？我想所有的台面上的媒体品牌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的压力啦。对，毕竟所谓的广告或是一些额外的挹注都是很重要的营运的来源。对呀。那当然就是当别家媒体比你还快丢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对其他的媒体来说就是一个压力。对。但是现在很容易就是说，为了赶时间的这个问题，造成说查证来不及。或者说查证的不够全面，这些都是时常在发生的事情。对，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大家都要抢即时，对不对？所以连报社方面也都是现在变成这样，你们也都需要有影音吗？对，现在有部分媒体开始就要求记者要影音，记者越来越十项全能嘛。对，什么都要学会。哇，那所以就是变成说，有时候为了及时，我还没有查证到这方面，我就先把一些讯息把它抛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后续常常有时候会衍生出法律层面的问题，变成当事人要来提告之类的。对啊，对记者来说也是很麻烦。对，因为以前我们在做报道，他都会要求公正报道，那时候没有那么赶，我们都会等到另外一方都回答，至少他也要回答说，我现在我就是现在不表达任何意见，至少他这一句话也要出来。可是现在不一样啊，媒体可能就是抢时效嘛，我有的部分我就先出去了，对不对？那可能观众先看到这个部分，那后续的部分太多的新闻他没办法看到，后面的回应他没看到，然后就可能认为说你不公平啊，你就是偏向那一方，你就报道他了。问题是这个状况是不是也很多啊？真的，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抢时效，其实从 SNG 开始啦，就很多的新闻呢没有办法有答案，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听到说，后续结果记者会持续为您报道，对，就产生了一个感觉很像说书人书还没说完的概念，请你锁定哦。对，那现在呢，我们就他发现，记者在报道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更新，更新，那我又发现，常常更新的时候忘了写时间轴。对，这报道或者是说更新的时候，这时间轴只写更新，可能没有写什么时候更新。当然，有时候有的是有写得很仔细，可是有的就没有。那这时候我就常常觉得，这个我们好吧，所有的东西我们要知道汇率，也要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汇率啊，知道金价也要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金价啊。那新闻当然也想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确实，我们媒体记者至少在不断的更新过程之中，一定要提醒自己，要讲清楚我的更新是什么时间点，我的发文是什么时间点。那这样子，乐听人至少在追的过程里，可以更清楚的建构事实的一个时间轴出来。对。那其实像我们也是电视的新闻报道嘛，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如说我们6点一定要直播新闻了，那来不及的话，我们就会说在我们截稿之前啊，那个谁谁谁他还没有回应，那后续我们还做相关报道。像我们电视台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讲啦哈。那可能在我们报社方面，就这个时间轴可能就是要稍微像老师讲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另外要请教
特派啦。好，那受到这些内容农场它这个文章的影响，多多少少是不是像我们媒体是不是也会你们在写稿啊，或者是下标题呀，或是怎么吸引群众方面，会改变你们的写稿跟下标题的方式吗？确实，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揣摩乐听人的口味。但是最吊诡的就是我们的实验不断的尝试，多年来发现乐听人的习惯是不断的在改变。他们也是一直改，甚至他会回头，还会回头。对，就像以前我们以司法新闻的经验来看啊，早年某一段时间，你去写一些就是婚外情啊，或是性侵案的一些判赔的这种案例，是点阅率非常高。你随便写，就算是没有什么内容，因为法院的判决通常不会透露太多的细节，对，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他们民众想要看的就是这种精彩的戏码，对，有点八卦。但是我们发现，大概这种东西持续个2-3年之后，点阅率不见了。对，大家反而就觉得看腻，可能真的就是吃腻的这种。对，所以口味真的很难养，也很难捉摸。对，这变成是一种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以我们的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不去思考到底什么叫做应该说我们不能被民众永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要反思我们怎么去带着民众去看所谓有趣的议题或值得看的议题，是对，才能跳脱出这个恶性循环。不然你永远就是在揣摩民众的角度，那制作出来的新闻品质就是绝对可能就被绑死在一定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新闻报道就是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报道，但是有时候你报道了没有人看嘛，老师。然后就像特派所讲的，以前人家喜欢婚外情的，可是后面可能又因为说现在大家喜欢看谁去整形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政治人物发生什么事情，那民众口味会改变呢。哎呀。我们不能把新闻媒体或这社会重要的资讯当成时尚产业来看嘛，对不对？流行直筒的，流行宽筒的，流行长的，流行短的，像这个时尚一样，会轮回，或者每3个月要换季，那甚至于还要有快时尚。可是所有的乐听人们，我们要知道，社会有很多的稳定的基础价值。它其实有它的很重要的那个长轨在前进，就很像是火车的轨道、高铁的轨道一样，你不可能叫它今天走右边，明天走左边，后天再转一个圆圈。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这个观念跟角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对时尚产业跟对新闻媒体产业是不一样的，但是内容农场更是流行产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乐听人在媒体素养这个议题上面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把正统的媒体逼成了内容农场，或逼成了时尚产业，吃亏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对，所以老师讲到这一点啊，像特派，你觉得说我们现在一般的媒体啊，正统的正式的媒体，是不是真的会被逼到，我们就需要去做了哪些改变？那你现在觉得说我们传统媒体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传统媒体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过去的跑新闻的习惯，你就是必须不断的去面临你点阅率，如果你照过去的常规来操作，你的点阅率都非常惨烈，对，甚至没什么人要看。那你越是走向灰色地带，点阅率就会给你明显的回报。那这个就非常考验我们所谓的新闻工作者，你自己到底要怎么去改变这个现况，或者说你就是只能随波逐流。我觉得这个是看在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新闻媒体工作者自己可以有思考的空间存在了。对，那所以过去我在线上的时代，我也不断的去实验，就是我如果不被这种所谓的流行的话题绑架，我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点阅率？那确实我也找到一些方式，比如说我的经验是，你必须要从民众感兴趣的题材去下手，但是呢，你如果又很正式的去操作民众感兴趣的题材，他们也不会 care。对，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些关键点，一些新闻事件的发生。对，我就举一个实例，不过流浪狗的议题，全台都已经谈过了，对，很多人都在谈动保野保派的纷争，这个已经不需要任何记者再多琢磨了。
那我在高雄那段时间，就是说在寿山的周边也有这样的问题，一样就是会有爱爸爱妈持续的喂养，不明人士的不断的撒饲料。那因为寿山是国家公园，有流浪狗会冲上山去攻击山羌，导致山羌后来只剩下5%不到的生存存活率，几乎要灭绝了。那也有学者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可是你看这么生硬的知识，其实一般民众不想要了解。那你要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就某一次被我知道了，就是山脚下有一间小学的学生，那个孩子衣服掀起来，全身都是那个红点点，他被跳蚤咬到已经真的是非常的惨烈啦。是，就我从这个事件切入这个新闻切入这个议题，对，那一次就非常成功的达到了非常高的点阅率，也引发了市政府的关注，也引发了就是大家来讨论到底流浪狗这个问题的喂养是不是会造成社会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也从法律面的切入，包括你去喂流浪狗，你有没有？然后流浪狗如果导致用路人车祸死亡，你有没有刑事上的责任或民事上的责任？然后我也实际去访问过执行，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诱捕，诱捕之后再绝育、再治毁的这一个协会的人员，你们实际操作上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甚至说这样的执行后的效率如何，实际的效果是什么样？然后也问了国家公园，他们在执行这个流浪狗的捕捉啦、控制他们的数量，还有研究调查上的这些成果。所以你看，其实要讲一个议题，需要花费的功夫是这么的多。对，这也反映在说，为什么内容农场它少的东西有哪些，就是这些东西。对对，哇，就是记者要实地哦，这真的要用很多时间呢。你看对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你看有包括流浪狗，然后被攻击的那个动物啊，然后甚至是说小朋友竟然被跳蚤咬，也是因为流浪狗衍生的问题。然后这不止哦，就是还要讲到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去喂养流浪狗产生什么法令的问题？哦，这个我一听就知道说，这要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追。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点阅率很高。对，重点是达到了。我觉得对三方来讲都是创造一个3赢的局面了。对国家公园方来讲，他也做到了说，告诉民众这样的情况下去，告诉这些喂狗喂猫的民众，你会造成的影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对，而且这则报道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意义，不是说那种很多内容农场的文章很耸动，看完之后你发现说这有什么意义啊，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特派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你有点阅率，但是你也真的是做到很深度的报道，而且是真的非常有意义耶。好，老师对不对？没有错，其实新闻的视角等于就是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不同角度。那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因循着来做，就是大家都从西边进，我就跟着西边进，那当然这个事件它就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跟投入。那用夸大的方式，那它就失去了新闻的一个真义。那如果更加上一个不实，那真的就是危害社会。但是一个好的媒体工作者，其实那个用心哦，再加上他的创意思维，我要用的是创意，而不是夸大思维。我举例来讲，在20几年前，我们的护理人员和护理师都是女人，都是女性，女生 对。后来呢，我们就开放让男性也能够成为护理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那我记得有一次，像我们在学校发新闻，因为护理人员、护理学生他们有一个加冠典礼，就表示他们即将前往职场去实习。对，同样的发了新闻媒体记者来，大家都写南丁格尔。南方的南，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南丁格尔。可是就有一位资深的记者大哥，他写的是男生的男。也是南丁格尔。音都一样。那但是呢，它就变成一个很乐趣，而且标题，整个题版。那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观众朋友不知道其实对一个记者，尤其一个地方记者来讲，他的新闻被提上全国版，哇，这是荣耀对，很光荣的事情。对，而且大版，而且还头版，版头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一个记者他们很努力的，也是在一个事件里头
带我们去看到它不同的视角。那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记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耐着性子。这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正是我们的价值的存在，也是我们这个行业往前走的使命。我们回馈给我们的社会，回馈给我们民众很重要的点。对，所以其实我们民众也是想要说我们去看这个有意义一点的比较正确的、比较真实的我们传统媒体正式媒体的一个报道。但是现在内容农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民众也不知道说怎么去分辨啊。我怎么去点？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记者去报道的是好的报道呢？这个特派是不是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就像一开始讲的，内容农场的形式已经转变成各式各样的管道 ，Line、YouTube 都有很多的来源。甚至像老师讲的，连 YouTube 的影片里面的人都可能不是真的，可是你真的分不出来。对，那这么多杂乱的讯息怎么办？那好在我们也有一些有公信力的平台，比如说有一个叫 MyGoPen。英文 MyGoPen， 它是一个全台假讯息的查核的中心。对，最新的假讯息，包括一些实例，你去上面打开网站都一定查得到。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一般人其实也是很懒得去做这样的动作。那也没有关系，那我可以就我的经验提醒大家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对一个话题真的很有兴趣。但你不确定它的真实性的时候，你起码去搜寻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对，那也不要因为您个人的政治立场而选择你自己喜欢或是平常常看的平台。我真的劝大家要真的去多方的阅读啦，不要排斥不同立场的媒体，因为同样的事件在不同媒体有时候交叉比对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所谓的贴近事实的答案。对，但是如果当你查证以后发现怎么都找不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就不要再对这样的讯息信任了。对，就像赖群组，大家最常收到现在还会收到的就是红灯右转要罚你5400块。对啦，这都已经传到烂掉了，还是在传。就是你看，如果你能够用我刚刚讲的步骤，随便去找一下，你光是把红灯右转要罚5000块，贴到 Google 的搜寻列，你一定会看到这个是个谣言的讯息。对，没错，对，这个我就前几天才刚又去贴查了一次，说1800变5400，那他就跟人说，其实这个之前就流传过，然后很多假讯息都这样，他现在流传过，然后过1-2年、1-2个月啊，他又跑回来，然后但是还是很多民众会被骗啊，就说真的是这样，然后一直转传。真的要查证啊！哈，真的要很小心，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我自己曾经就被骗好糗。我收到了一个讯息，我刚好出国开会回来，那迷迷糊糊的状态就收到我们的赖群组说高铁50岁以上可以打8折，我好 happy 哦，超高兴的，因为我就从这个桃园机场直接就到桃园高铁站，然后我还拿出我的身份证，我跟那个柜台工作人员说。我50岁以上了，我是不是今天可以买8折？他就一傻眼，然后就跟我说：“怎么又开始了？这是大概4年前就有一波，最近又开始了吗？”我觉得我好糗大，我想说幸好他不认得我，如果他认得我的话，已经想怎么传播系的老师也会被骗。我现在骗人的那个手法很厉害啦，对，高知识分子也会被骗，还被人家知道我已经50岁以上。没关系，老师你看不出来，真的。谢谢。对。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啦，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特派来嘛，然后老师也有讲到说，其实内容农场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的是深入有去研究，Google 一下内容农场是什么，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东西就是为了可能要赚取利益，然后为了带风向，然后他要去操纵舆论，他才会弄出很大量的那些文章，然后那些文章其实有些变成假的，有些还会有恶意连结。对不对？然后其实那内容很多都是没有营养啦，然后乱贴乱拼凑，然后误导你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真正的有做好我们这个具备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那刚特派也给大家很多的建议啦哈。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2位我们的好朋友到我们节目当中。对，谢谢你，谢谢特派，谢谢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今天真真假假之间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